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做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空中好朋友敢捌想过，你的退休的生活要安怎过？一位认真教册30冬、真受家长肯定的国校老师，伊退休了，毋是对人去环游世界，嘛毋是四界去爬山佚佗，颠倒是去冒一个无人要做的石头，舞甲家己身体顶打去住院。伊为什么无要享福，选去举这个价呢？听完陈瑞生的今仔日这篇素花老师，你就知影其中的缘故。这个实在是较复杂的故事啦。第一，就是写这个无性做老母人的本性，做人上带深的这个本性，就是讲做老母生囝、请囝这个本性。较安怎都袂无去就对了所以这是咧写做老母的无性。好啦，老师，互阮拜托一下，莫提啦。嘿呐，老师，你嘛互阮高正一下，搁一档就好啦。陈素华老师退休迄年进前，都有5年级学生的家长来学校找伊。要真济去因兜拜访，请伊毋通退休，搁再加一档。等因囝6年级毕业了才退休。是啦，无差这一档啦，你还少年，才早摕伤可惜，加加几档啦。素华老师伫成功国校教册30档啊，大家拢讲伊上高教，上关心学生，是台南市上介好的导师。有的家长专工甲囡仔为北京学校转来成功国小学教，连校长詹东进本人嘛甲伊鼓正，讲：搁再加一档，好无？即句话前啊3档，逐档拢安尼讲。素华老师袂堪起伊鼓正，就搁再加一档。不过即回，伊甲校长讲：我有一项代志藏伫心内。真久想要做，袂当搁再牵迟啊！即摆一定爱摕。退休迄天，教育局特别赏伊一块终身服务教育第优奖的金牌，嘛有家长送名牌旅行地甲旅行箱。因为因知影真济老师退休了后，第一项代志就是去大武世界佚佗观光，趁一个身体养养。落地啊，钱饱饱的时阵，素花老师还是素花老师，
因为人拢叫我肖老师，我足无介意，我毋是姓肖，我是姓肖，肖爱变调变肖老师所以肖老师嘛是无变调，若肖老师我也当接受。所以讲塑花老师塑花老师，可能这个塑花会变调较妥当吼。烟钱，我若讲烟钱即嘛大家想讲用读的，用行的其实烟字的烟就是文读音，钱就是白话音，共迄字吼，烟钱嘛会当讲。所以讲会当讲烟池，嘛会当讲铅池，毋过咱较少听到铅池啦。全台单亲协会黄月美会长甲陈素花老师说明：这个囡仔名叫做明智，照登记是姓陈，毋过从细汉伫孤儿院，无爸无母，事实无人知影伊确实的姓是啥。看起来11、2岁，一粒头尖尖，一个面扁扁，目睭甲鼻细细下，串串排无四正，袂输是凊彩斗的。大母喙含一支指吐吐，若像半条金蕉，踢咧吞袂落去。黄会长真自信，讲：拢会晓家己食饲啊，衫裤你拣互伊，伊家己会晓穿。拢听有啦，不如个耳仔有较重，爱讲较大声咧。来，明智，明智，我是陈素花。明智无应，敢若注意咧看素花的破脸，水水一罐红色的甲绿色的玻璃珠仔，金金影影。查某囝菜馆退休迄日送伊的，一步久才仰头起来，讲。素花老师知影伊的意思，伊的喙齿厚厚袂练长，讲袂清楚，笑笑点头讲：对啦，珠啊！破脸放落来，互伊摸。明智欢喜，伸过来看素花的手袋啊！全台湾4个月找透透，今仔日才找着，这就是伊要做的代志。计划真久啊！伊退休要专工来照顾这个囡仔，教育伊。伊一直有特别了解关心，这个蒙古症介生生本就甲伊有真深真特别的因缘。黄月美会长的秘书张小姐讲：爱下绿皮啊，有时会袂赴，挡袂牢，带出来。所以伫厝里，逐日家己教伊。教伊佚佗伊节目，教伊唱歌讲话，嘛带出去外面世界行，逐项看。单位一开始写讲，即个老师虽然互人高正，但是伊家己嘛是想要退休。伊内底单位足够用一寡细各项的代志，互咱知影讲即个故事是安怎发展。像伫遮咧，单位伊就写讲足侪家长拢会送即寡老师旅行茶、旅行箱，所以咱就会知影讲，老师退休了后，大部分拢是去旅行、去佚佗较济。毋过刷落来，单位煞写着讲，即个老师煞去甲一个叫做明智一个蒙古症的囡仔，甲伊带转来饲。这蒙古症就是咱咧讲唐氏症。单位咧伊内底咧描写这唐氏症的囡仔，写了足活的，内底就写讲一粒头尖尖。一个面扁扁，目睭甲鼻细细下，就是咱一般会看到这唐氏症的这个囡仔生模样。这唐氏症伊谈医学内底就是讲，咱人内底有染色体，就是染色体。这个染色体伊内底有加一条，所以即款的囡仔伊身体较染，生做佮看一般人无共款。明智爱去菜市仔看闹热，毋是去看人。市仔内面有一阵鸡头狗十外只，不是伫遐走丛弄撞讨食。明智爱看狗，嘛上爱画图，家己的提笔提纸来画。若无人叫，
坐较久嘛话去。你在话啥？迄阵规张大蛇细蛇，欢得咧，一撮一撮画甲甜甜，看毋知是咧画啥，哪有啥物狗也是猫。啥物款狗？明弟用笔比迄图。素花特别去拜托学校教美术的洪老师来处理教明弟画图。洪老师教伊画鉛笔、画蜡笔、画水彩，认真教2个月。较画嘛是大笔细笔黑白做，毋知咧画啥。洪老师客气甲素花讲：即个囡仔有伊家己特别的天分，画图的代志上好，互伊家己发展。将来画出来的，才是头壳内、目睭内家己的物件。即个教育囡仔的原则，素花尚会理解，爱鼓励个人能力，随伊去发展。所以，互洪老师辞掉，无过来教，放记载伊去画，爱画啥就画啥，爱安怎画就安怎画，拢无去甲干涉。毋过，较画就是共款大蛇细蛇，做甲乱糟糟。像大咪搅幼咪 ，Go Go， 画了就欢喜摕互素花看。你搁在画狗啊？哟，还一项古怪，拢画乌的，毋捌用白色，特别去买只36色的彩色笔。明弟，你看有足侪色会当画哦。画红的你个，互伊看，嘛是拢毋用。啊，敢袂是？烦恼讲是色盲袂晓分析，带去互医生检查。看起来好势好势，无重担呢。奇怪，安那会敢若会晓用乌色，别种色拢毋用？大概是囡仔心智未开，头脑还未发展到遐啦。是安尼哦。落尾嘛是放记在伊，无搁干涉。愣症，愣甲症较无啥共数啊。症是较定出力才症会入去，愣叫骹，而且愣症我拄仔讲诶嘛是同义复数，两字外语斗做伙，因为症足侪音，愣嘛足侪音吼。所以愣症就是讲前后变翘，愣症毋达拄当，咱俗言语讲愣症毋达拄当。你较后愣空愣旁，正空正旁，转来转去嘛毋达好运去拄着好空诶。蒙古症诶囡仔，较像身体袂用，明治前后着感冒，耳仔、鼻仔发炎。不时咧看医生，迄阵雨季，着急性肺炎，入院待几落工才转来，操一孙仔无去。菜官看老母母甲忝忝，惊伊家己身体袂堪折，劝讲：阿母，你家己身体也着顾，小休一下，我来替你顾规工。难免有时酒惨。人退休是因用来去运动、爬山、旅行、佚佗。你专工找即个家来行。母到尾啊，真是袂堪折，无代无志，雄雄头壳晕，心中呛，强强要醒去，赶紧去入院，倒也查无啥物要紧的镜头。医生劝伊踮病院加休几工。素花烦恼明治伫病院超测。甲菜馆七番户八交代，尿珠啊较接顺咧，若痰着随换，有掺牛奶的物件毋通好食，巴肚袂堪得会落屎。心内想要看囡仔，又搁惊病院传染病济，若来传染着歹紧着废去，防护官啊毋通好来。素花烦恼明治伫病院超测，甲菜馆七番户八交代，尿珠啊较接顺咧，
若谈着水碗、敲切、桥，即个倒啊歪歪甲敲好势，迄款嘛算桥。代志恁要去敲出来，敲代志，迄嘛算桥。即个切，咱知影迄切仔面，迄切仔面就是迄切仔，甲面放伫切仔内底，来滚水内底，安尼切甲熟倒起来吼。所以桥是平面的刷动，切是顶的刷动。坐车足切的，袂使讲坐车足桥的。所以这桥切，这个我拄仔讲的，迄经艺术倒做伙吼。桥切意思就变做调度，也是安排迄个面仔放的所在，即款的拢算桥切。嘛会使讲做吹桥，嘛会使讲做推桥。酒掺嘛少人咧讲啊，酒掺就是华语讲的，咱台湾的嘛咧讲排湾，也是华语讲的数落，甲伊算你的一寡迄空仔胖。安尼拄好伫病院住一礼拜，人有较爽啊，就出院转来，看着明智家己乖乖坐伫遐咧画图，桌顶一大张纸，画甲遮一张，遐一张，做一大遍。素花则放心，问伊讲：明智啊，你伫画大只狗？明智仰头起来，目睭人毋振动，真甲看，摇头甲比手，叫讲：阿母。素花起身，毋知影伊的意思，就是看到伊转来，欢喜咧叫，讲：阿母转来啊！佮看迄图，遮一撇，遐一撇，一堆大面、搅幼面，嘛是看无是狗，也是猫。则无张持注意看，上界下面遐有画几粒细细圆壳啊，歪歪摆一撮，侥幸啊！佮即几粒擦红的，迄几粒擦绿的。行一条，第一摆伊画有色的，红色佮绿色，敢有可能哈？阿母，明智直直甲扭手，雄雄才去想到，就是咧画伊的阿母，敢有可能哈？迄红的绿的圆壳啊，就是伊不时挂伫颔棍的迄罐破莲，大粒红玻璃珠啊。蓝大粒绿的，无料想的10分以外，欢喜甲明智抱起来呾，揽咧迄粒尖尖的头壳，直直甲尖，对伊讲：阿母，是啦，是阿母啦。咱欢喜的脚步行过，感拢着流伤心的脚号。世间事都是安尼哈？为虾米呢？因为欢喜也是伤心，拢袂使伤久。因即两项着爱相平对比，咱才会心受深淡，无会惯势袂记节。明智入院较无2礼拜，就无救来过身离开去。医生讲是超急性白血病，蒙古症的囡仔生性袂勇，熬着即款病。即篇素慧老师内底，伊开始写即个老师你听用即个蒙古症的囡仔，咱嘛开始感觉好奇，就是讲，是安怎即个老师退休了要安尼做？伊是安怎？毋是共其他人共款去佚佗就好？说落来，伊开始就写讲，即个素慧老师是安怎照顾即个囡仔。写到中的是，咱就看着讲，即个老师伊其实嘛毋是讲无经义事实，伊毋是讲为着要传宗接代来饲即个囡仔。咱中伊有写讲，即个有一个菜馆，即个查某囡仔看即个老师顾甲遮艰苦，就来劝伊讲，嘛爱小休困者安尼。所以咱中就知影讲，即个老师伊个是有一个查某囝，像即寡即个故事单位拢无直接写出来，拢用故事的方式来互咱知影。尾啊，伊就开始写着讲，即个蒙古症的即个囡仔，后来囡仔嘛是无法度身体懒，所以尾啊着病，就过身去啊。明智入院较无2礼拜，都无救，来过身离开去，较无，
足水的台语，即摆真少人讲啊，还不到，较无200嘛会使讲较啉200。咱欢喜的脚步行过，感拢着流伤心的脚步。世间事就是安尼哈。为什么呢？因为欢喜也是伤心，拢袂使伤久。脚好、脚热、脚痕，拢有人讲，就是华语的足迹脚踪。所以咱讲脚好。暗晡拄好抹好尔，袂使搭过无就会有脚好。花冠的头家娘听杀客来敬因三个人，讲：恭喜退休1周年！詹安民老师、朱静水老师甲陈素花老师三人共迄年退休，约束1年后伫花冠见面。詹老师，你气色愈来愈好呢。退休拢咧创啥？花冠头家娘甲大家干杯。无啦，都食饱营营，爬山运动，四界去旅行佚佗，逐位看看的。阮顶个月嘛才为埃及转来。埃及哦，我一直拢想要去呢。一定爱去一逝，有价值啦。迄个金字塔、石像、遮大山。迄尼罗河，摕相片出来，互大家看，真是规区棺柴，珠宝控甲满满。你看，国王的珠宝，连棺柴嘛是金仔做的。哎哟，遮尼水，若是会当戴伫真，死嘛值啦！敢若素花点点，清水问伊讲：你去倒佚佗？无啦。都拢无用得顾囡仔，顾囡仔做嘛呢？素花摇头讲：我认的啦，有影呢，无带来大家看卖。来阮兜坐一下，我报恁看。素花带詹老师甲朱老师倒来厝里，倒头摆4张大张纸，拢画甲花，大纸、细纸、大面、幼面。做甲一撮一撮，毋知咧画啥。甲看，逐张上界下面拢画几粒细粒圆箍仔，歪摆做一撮，有诶插红色，剩诶插绿色。你诶囡仔画诶哦？有啦，熬啦，是几岁啦？12啊。你看，画我这条破链，比挂伫颔棍诶破链。大粒红色、各绿色的玻璃珠啊！有影得着，画你的破链。詹老师甲朱老师2人拢有同意。喂，阿母，你紧来，我有一个好消息。啥物好消息？阿进电话先讲，互我知。我有心啊，阿母。因菜馆今年34，结婚5冬啊，即马才要生，无怪大欢喜好消息。一时一粒大块石头为悬悬的山坎搬落来，缀伫心肝头，动演袂起来，也无想要甲演走。伊思想明智，思想30几年前结婚了，第一摆有身，医生检查讲，婴仔无啥正常。有蒙古症，蒙古症，上好是人工闹体，莫生，莫烦恼。你还少年，阁会当定生。陈素花无啥知影蒙古症是啥，总是无正常啦。才阁定生，因菜馆出世3公斤外，家在夭少年，定生了有好势，即个无蒙古症。总是拢会想毋甘，蒙古症无蒙古症拢会啦。这就是女性生身个一个母性，甲因的性命共一条筋一条尾。老太才阁定生，亲像家己挂一块肉咧慢筋，留一个鳍遮大蛇，有当时会压起来疼，较济当嘛还会压起来疼。
等退休了，邀一个共迄款的囡仔来顾，想讲即个期会较袂阁赢。恭喜啦，菜官，阿母甲你恭喜。你要做嘛？詹老师甲朱老师嘛欢喜，讲恭喜啦，素花！后回阮要去苏联佚佗，才来招你。趁即摆孙也袂出世，出去行行看看咧。读到尾，咱才知影讲啊，原来伫即个数学老师少年时阵，捌有一个囡仔，就是蒙古症的即款囡仔。毋过迄当阵伊可能经济无好，也是讲迄当阵迄医学较无发达，所以伊就无法度甲即款囡仔留落来。伊尾啊，家己退休了，要安尼做，原来就是家己有一个心内一个伤痕。这就是女性生成固执的母性，甲因的性命共一条筋一条脉，老体才个定生，亲像家己挂一块肉，得万斤。这个老甲老吼，咱台语真侪人分袂清吼。漏水甲漏水无共。液桶的水洗了爱漏掉，迄做漏水。这厝顶咧漏水，这个漏风，讲话漏风，甲漏风嘛无共。漏风是超工甲迄个气放掉，所以讲漏水嘛超工甲迄水放掉。若漏毋是超工诶，是物啊有芳摄出来。老体，无人讲老体，万斤，这个汉字足麻烦哦。伊写根本的根啦，其实万斤的斤就是筋骨的筋啦，万斤啊，万脉9斤，拢有人来讲，就是华语讲的抽筋、经元。硕华老师。退休，伊足够教册，逐个拢叫伊着搁演安尼。不过今年伊无要演啊，人拢想讲伊退休了着要旅行所以送伊旅行袋一大堆。结果伊毋是，伊是去孤儿院去请养一个蒙古症的囡仔。结果即个蒙古症的囡仔真歹摇饲啦不过，伊就真有疼心，甲伊摇饲，互伊画图。毋过，因为蒙古症是歹摇饲的，过一冬就过身啊。这囡仔是头正10岁啦是安怎？伊会伫退休了，会调伊过去孤儿院摇饲一个蒙古症的囡仔。伊家己都有一个查某囝咧，原因就是伊家己第一体。就是生着蒙古症诶，结果落体，所以伊心内有一个气啦，会感觉伊应该爱甲即个气消掉，所以就去摇饲一个蒙古症诶囡仔，就是伊感觉伊当初是做毋对啦，甲落体，因为伊蒙古症就甲伊落体。所以伊爱去弥补即个心理诶缺陷。这真正是真感动人。大家退休诶同事拢四界去佚佗，但是伊毋是，伊是来做一件代志。当然，即个故事诶尾是喜剧啦就是伊诶查某囝有心所以就念伊做阿嬷，就拢圆满所以是一个圆满的故事，但是内底即个蒙古症的囡仔摇饲这段是真感动人。这篇小说我感觉着讲上趣味的，就是也是讲上有价值，就是讲伊这篇小说讨论着讲咱生命的价值是安怎，环境的改变无共款，也是讲医学慢慢变发达了，咱对生命拢会有无共款的看法。伫较早咱蒙古症无法度治疗时阵，咱个会感觉讲即款生命咱无法度去甲维持，所以拢会甲漏掉。即摆豆脯社会内底，咱拢会看到即款蒙古症囡仔，就是因为医学慢慢发达了，咱会感觉着讲
咱愈来愈有法度，互即寡囡仔嘛会当有足好诶生活品质，嘛会当会出社会食头路，也是讲咱社会环境只要会当甲因接受，伊嘛会当做伙来生活。所以我感觉伊即篇小说写了上价值，也是讲上特别诶，就是甲即个议题讨论甲诚全面，互咱知影讲，若环境无共诶时阵，咱对生命诶看法嘛会无共。咱人嘛是有法度，也是讲有即个迄个能力诶时阵，嘛会当尽量来甲有个因为即款生命，也是讲甲咱一般人无共款诶即种生命，嘛会当来做伙接受，做伙来生活。这个数学老师国学退休，无缀人四界佚佗，煞专工照顾蒙古情的囡仔。其实这内中有一个缘故，就是讲伊少年的时阵拄好结婚头摆有身的时阵，医生甲检查，讲这个婴蒙古情还是人工甲落体掉啊。所以讲这个数花伊甲藏伫心肝内30外冬的心思意念。亲手做到到，少年甲囡仔落体掉，即马退休过来照顾另外一个蒙古情的囡仔，所以讲要做老师无简单，做人老母嘛是无简单，毋过即两项单数花伊拢做甲诚会起。暖暖站门口。今仔日故事内面讲到，数学老师有新的时阵，医生检查腹肚内囡仔讲无正常，建议数学老师落体定生。我问陈慧先生讲，这个世间上，什么人有资格会当决定囡仔是毋是应该出世？陈慧先生是安尼回答：生命价值伫对，什么人来决定生命的价值？这足复杂的问题。嘛牵连着足侪社会法律的，要规定社会制度法律，嘛是追究到这个生命价值的问题。咱民主政治、专制政治，到尾牵着的嘛是讲，你看人的生命价值偌济，你若人的生命愈少，伫专制国家就是一种看法。你为着统治者的权利，啥货死几百万人拢袂晓。这是人的生命价值较少，伫民主的社会，这个人的生命价值就加真悬。有当时为着要救一个人，开几啊十万公家的钱嘛咧甲救，即款呢。所以这有牵着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人的生命，第一有偌济，什么人来决定？伫即个母仔囝即个情形，照我的感觉应该是第一个决定者应该是老母，有即个囡仔有心，还是讲有即个囡仔人的老母来做决定。伊若知影有即个囡仔生出来会有医学的问题，伊若知影即个代志，但是伊会决定讲生出来了后，我甘愿担当即个顾囡仔即个负担。虽然讲囡仔袂当正常，一世人爱靠人啥货安尼，这应当是最后的决定者是老母。当然上理想的就是讲，咱社会会当支持这个老母的决定，就是讲你爱决定，我一世人要担当这个决定。比如讲，我有一个病人，伊一生生3个坐轮椅的，袂晓讲话，袂晓家己食饭，3个囡仔。伊要生第3个的时阵，伊真知影讲第3个有可能像头迄2个同款，但是伊决定要 take chance， 冒这个险就对了，人伊3个囝生出来，人伊经营担当啦，3个囝安尼甲因翁安尼，从头到尾安尼，一年365日，一日24小，就是全部心情拢伫遮。但是加在伫加拿大有即个社会制度会当互因做即款代志，因为这政府嘛开足侪钱支持即个家庭，所以这是真复杂的问题啦。长期未来就是讲，你看生命价值偌济啦，
你若即个社会认定讲有迄个价值通做即款代志，才会有迄个意愿来支持即款代志。我阁请教陈医生呢，身为一位医生作家，安怎来看待优生学即件代志？蒙古症的囡仔，敢应该互伊出世咧？一个足好的问题就是讲优生学的问题，就是讲即个老母，也是讲咱即个社会，是毋是根据优生学的即个理论来决定讲即款无正常的囡仔，爱为即个人类的基因的内底甲除掉去，所以以后的人会愈来愈好啊。这是即个优生学，咱所讲的优生学即个问题。但是在我看吼，咱人类应当无即个权利通做即个决定。我认为讲，咱所讲的医学上还是政治上的优生学吼，是一个假的议题啦。为什么呢？因为优生学吼，几百万年以来，自然界就已经替咱咧做即个代志。吼，你像查某人有身，足侪拢头啊几礼拜落掉去。为什么安尼？因为自然界知影讲，即个卵发展出来了，已经无正常，所以伊决定讲即个爱除掉。这是自然的优生学。啊，你话无甲遐歹，会当活到生出来，也会活一世人。虽然甲咱正常人无共，但是自然界决定讲，好，你即个囡仔无正常生出来，但是呢，生出来了后，伫即个社会，人类的社会内面，也是讲伫野外即个动物生出来无正常啥，自然会淘汰掉。因为即三个像我讲的即三个囡仔，伊无迄个机会通去传即个基因传落去嘛。所以咱毋免用人的有限的知识来干涉即个自然经过几若百万冬自然淘汰即个程序就对啦。所以我认为讲，即个医学上还是政治上的优生学是一个假议题啦。所以这个真简单的故事，但是你提到这个问题哦，实在是牵涉到真复杂的代志。我有真侪病人真知影讲有蒙古症嘛是生出来吼，啊甲请啊，足侪蒙古症到尾拢会当入去这个社会上，甚至会当食头路啥货安尼。啊，我亲身经我捌看蒙古症的囡仔，安尼为细汉到大汉啊，一直发展了，啊愈来愈会当适应这个社会吼。当然，这个蒙古症的无正常的程度有无相啦，会较严重，会较轻可。所以你毋知讲你这个囡仔蒙古症生出来了后，到底会当正常到偌济，啊会当无正常到偌济，啊需要偌济的补助还是啥货，你毋知嘛。所以变做讲你做这个决定，你是人假熬啊，你假熬，你嘛是算跋筊，你跋筊讲这个囡仔生出来会变随一世人一定都要安怎甲请甲啥个？其实毋是安尼，你是嘛是一个跋筊，有可能生出来了后真好势啊！这个囡仔本身嘛会当享受伊的生活、伊的存在，所以这是真歹讲，真复杂。暖暖专门去，咱的故事探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么款的滋味呢？节目说落去，咱来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素花老师读者感想：古细男肉体的主题是一件足复杂嘛足好处理的代志，爱考虑宗教的问题，嘛着考虑囡仔性命的重要性。搁有，若甲囡仔生出来，会有啥款的利益甲效果呢？是正值得探讨的。这是陈雷先用伊文学的心，探讨查某人对肉体的感受。想讲知影即个蒙古症囡仔歹养饲，甲放掉啊。毋过伫老母的心内，即个无缘的囝，永远无法度放袂去。等伊生活无挂虑了后，
去收养一个共镜头的囡仔，来弥补少年时的遗憾。这互咱看到老母对囝儿的爱，是按有心就开始啊，阁是一世人的代志。亲情的存在是足早就伫遐，嘛是甲咱提醒，生命足珍贵的，爱保惜。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